好来，继续要来看是这个苗栗的三湾图书馆，连续7档创下着全国借册量的第1名。原因是这个图书馆的顺这个时势，甲热门话题相关的册籍，都放伫咧图书馆的入口处。譬如讲，最近这全台湾真欠水，这个图书馆入口的册柜全部换做甲气候、甲天气有关的册本，有100多本，一礼拜内就互借出着50多本了。 有那个下雨的书展，有大雨，来过来这边。大朋友、小朋友行入图书馆，看到的是几面和雨有关的红仔册画本，无论是册名或者是图画，拢和落雨、雨水有关系，敢若看就感觉足凉的。哇，下大雨了，轰隆轰隆谁？掀开画本，单雷讲阁落大雨，加深囡仔对雨的印象。嘛画本画出挂晴天娃娃，祈求赶紧出日头。大本册拢互囡仔看甲真欢喜。有时候还蛮期待，就是他们的那个活动都是很特别的，雨跟水有关系的，因为最近都是很缺水啊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赶快下雨。这是苗栗县三湾乡的三湾图书馆。三湾乡的人口敢若7000人，不过图书馆的借册量连续7年拢是全国冠军。三湾乡一年平均每一个人借册数有20本，是台北市的3倍。有这么高的借册数，拢是图书馆的人员真够经营。因为最近缺水嘛，借这样子的机会呢，图书馆就办理了这个跟生活议题、跟日常生活比较息息相关的话题来做书展。真时行，中南部空花馆方就找出100多本和雨有关的册。直接放伫门口口办展览，一礼拜就互民众借走一半的册。我们三湾乡的人口是跟你讲，虽然不是很多，但是呢我们图书馆是非常用心的在经营多元化的一个图书馆。三湾图书馆虽然真小，不过有真侪册。图书馆内底有6万多本册，民众的借册量一年比一年搁较侪。今年搁举办基础册展，充满话题。